你有冇試過寫錯士同埋土呢兩個字啊？今日我哋用一個有趣嘅故事，幫你輕鬆記住佢哋嘅分別。其實士同土就好似兩兄弟咁，外表睇落好似，但係性格同身材就完全唔同啦。首先介紹下哥哥士，佢係一個勇敢嘅戰士，成日都抬頭挺胸，非常有自信。因為佢成日鍛煉，所以肩膀特別闊，即係上面嗰一橫特別長，而對腳就短短地。之後就係細佬土出場啦，佢好中意大自然，最中意穩穩陣陣咁坐喺泥土上面玩。因為佢成日坐喺地下，所以底座屁股特別大，即係下面嗰一橫好長，而個頭就短短地。我哋將兩兄弟擺埋一齊睇下，上面長嘅係寬膊頭戰士。下面長嘅係坐喺地嘅細佬，記住呢個小貼士：闊膊頭戰士就係士，穩坐泥土就係土，咁就唔會搞錯啦。明白咗呢個道理，下次寫字嘅時候就要仔細睇清楚邊橫長啲啦。